今次係比較嚴謹啲，同埋咧要雖然係初選咧，就個個評判員坐埋一齊咧，就逼住個評判都唔可以偷懶，好乖乖地坐喺度，就即係逐個討論啊，即係冇更加能夠揾到邊啲好，邊啲人唔好。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基本上咧就係全部人都認為都係唔應該過關啦。咁我先至變唔過關嘅，否則我哋都盡量俾機會佢再試一試啦咁樣。就大致上講咧，今次嘅水準嚟講都相當唔錯。咁有啲係可能係到個博士生嘅水平嘅，咁亦都有好多係本科生。咁啊兩樣都幾好啦，唔錯啦。我估咧應該我哋就算參加全國比賽都會攞到相當好嘅成績嘅，應該。如果能夠經過班嚟再比賽嘅時候咧，再經過導師再指導下佢咧，成績更會好啲嘅。今日咧非常之榮幸咧，得到新一代咧邀請我做嗰個評判嘉賓。呢個係大學競爭大賽嚟嘅。咁啊，發覺今次嘅題材咧同埋佢哋嘅設計咧創新方面咧都達到好高嘅水平。咁我哋值得鼓勵啲學生嚟多啲參加呢啲比賽。咁我哋都係超選咗有成7個嘅作品係去參加個總決賽嘅，希望同學咧就能夠係順利得獎。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咧，我哋就睇過好多嘅作品嘅，咁啊有啲咧就係做得係唔錯嘅，有創新性，亦都係有一啲好有嘅研究，然後先做出嚟嘅。但係亦都有啲咧就係水平一般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嗰個研究方面咧做多啲工作，咁咧就可以咧就更加可以創新性多啲。因為有好多啲作品咧都係將一啲嘅現成嘅嗰啲咁嘅研究咧就組合成一個應用嘅。所以創新唔係淨係講應用，亦都希望咧係有啲嘅方法方面嘅創新。我咧都喺呢個嘅比賽裏面咧就花咗好多心機。亦都咧睇到咧，大家付出咗好多努力。呢個咧亦都係值得大家去學習。今次好高興能夠參加呢個嘅大專生創新嘅設計比賽，咁就見到好多同學所設計嘅課題咧係相當好，但係咧就係有時個題目咧同個內容咧就係唔係幾吻合，咁同埋咧。個構想太大，佢哋好想做解決好大嘅問題，但係結果反而係冇辦法解決到，所以我建議佢哋咧係多啲集中喺啲比較一個細嘅項目上邊做足多啲實驗或者嘅探討咁樣應對嗰個題目嚟到參加呢個比賽，我相信贏面就會比較大啲嘅。我哋今次睇到呢啲咁多份嘅申請啦，同埋參賽嘅，我覺得香港學生咧都有啲創意嘅，咁學校嘅支持啦，同埋一啲導師嘅支持咧，佢哋做啲嘢咧都幾新同埋幾前衞嘅，但係希望咧啲學生咧多啲諗下佢哋嘅應用啦。同埋對研究咗出嚟嘅轉化各方面嘅嘢，諗加多啲咁嘅心思落去咯，可能會更加好。好高興可以參加呢個挑戰杯評審。咁咧就話睇完啲參賽者嘅申請之後咧，我覺得好開心。個原因咧就係發覺香港大學專學生佢哋嘅有多方面嘅才能，亦都諗到多方面嘅新嘅思維。咁咧就睇完之後咧，我覺得係好難選嘅。但係咧就話亦都俾我睇到咧，其實年青人真係有唔同嘅思想嘅方法。咁咧就話我相當鼓勵各大專學生、年青人有多啲咁嘅新嘅思維。希望佢哋嘅思維咧可以付諸實踐。亦都希望佢哋可以通過唔同嘅科學嘅方法咧，證明佢哋嘅 idea 係可以，佢哋嘅思維咧係可以實踐嘅。咁我亦都希望呢個挑戰杯可以繼續落去，
鼓勵唔同嘅年青人嘅創新嘅意念，亦都鼓勵大專學生多啲參加呢個挑戰杯。好高興咧，今日可以參加到挑戰杯啦。咁我哋負責社會企業個系列咧，就睇到好多創新嘅點子。咁好開心係睇到咧，學生咧係從佢哋自己嘅生活而發，而能夠喺裏邊咧諗到啲好好嘅 ideas，即係嗰啲構思，係可以幫到社會之餘咧，最緊要就係幫到學生。今日好開心能夠擔任呢一個比賽。今日見到好多即係作品都係即係心思細膩都好出色，咁都即係藉住呢個機會，嘅年青男生咧可以將佢一啲發揮佢哋嘅創意啦，可以針對尤其一啲社會上嘅問題可以出嚟計劃。咁其實都係我哋係好需要呢啲多啲嘅機會咧，俾到我哋啲年青學生可以發揮佢哋嘅創意。咁就希望通過一啲嘅佢哋嘅創意啊、創新科技，可以解決到佢哋社會上嘅問題，幫助到有需要嘅人。期望可以通過呢個比賽，咁將佢哋嘅計劃可以付諸實踐，咁真真正正去解決到社會上一啲問題。好開心啦！今日嚟參加呢個挑戰杯呢個初評咁呢次初評咧就社企部分咧就入圍嘅就唔係咁多作品，所以咧就喺揀嘅過程中咧就即係嗰個參差嘅程度雖然比較大，但係都即係話個話題咧就比較窄。咁總嚟講咧就係話可能喺後邊我哋喺選作品嘅時候咧，要盡量咧就擴大嗰個入選嘅作品同埋嗰個範圍，就局限性就唔大。咁嗰個賽期裏邊咧，就呢次我哋睇咧就有都有3-4份作品係好唔錯嘅。咁其他咧就都覺得咧有啲比較倉促，同埋始終咧佢哋嘅話題咧都係比較窄。譬如講關於食啊、旅遊啊，同埋旅遊方面比較多。涉及到有一啲核心技術或者係即係比較喺嗰個材料或者係嗰個即係計劃裏邊有獨創性，即係不過即係通過呢次睇學生嘅作品咧，就使我哋覺得咧，就香港咧其實創新呢個土壤裏邊咧，我哋仲係後繼有人。咁好高興咧，今日可以參加挑戰杯嘅初創計劃啦！好多初創嘅 ideas 咧，都已經唔係初創啦。我覺得咧，佢哋做好好嘅研究功夫，同埋做好多大量嘅資料搜集。咁亦都好開心睇到咧，而家香港嘅學生咧，唔係淨係讀書咁簡單，而係圍繞住佢哋嘅生活咧，諗到好多嘅解決方法。佢哋會關心老人家啦，關心社會啦，亦都會關心佢哋自己學生本身嘅一啲日常生活。咁好希望咧，佢哋能夠突圍而出。咁我期待咧喺final。即係總決賽嘅時候見到佢哋，唔該晒。好開心今日有機會嚟到香港大學創新及創業比賽嘅設計啊，咁喺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所有評判一共差唔多係睇過30篇嘅創業報告。咁我自己個人嘅感受最開心嘅啲特別係醫療科技，因為有啲新嘅醫療科技咧嘅創新咧可以做到社會上好多嘢。咁另外都有一啲係針對同科研嘅一啲創新，咁都好高興可以睇到呢個好嘅 idea。咁希望以後都有機會去參加呢啲評判工作。